一到年底咧，就好多人愁送禮送咩好。其實送禮呢樣嘢咧，確實係好有講究同埋學問，好似翡翠咁啦。譬如你送俾小朋友啊，送俾屋企人啊、長輩啊，甚至乎自己嘅老婆啊、仔女啊，到底咩嘅題材最合適？今日錢錢咧就整理咗6種題材，幫你搞清楚年底送咩最合適。送俾求學中嘅晚輩咧，就係助學業、開智慧嘅。優先咧就係葉子，嗱，好似呢片葉啦。仲有咧好大片嘅呢種葉啦，呢啲帶一條鏈咧，但係都好好睇嘅。大家會問樹葉對於學業同埋事業有咩意思呢？佢就有前程似錦、學業有成嘅意思。期望呢塊葉陪住佢，詩如潮湧、金榜題名。送俾領導同埋上司咧，如果雕刻題材就係竹子，如果係女性嘅可以揀如意啦，寓意住萬事如意、事事順心。竹唔使講啦，佢就係節節高升。呢啲題材咧都係助仕途、旺事業嘅。好多時候咧送領導嘅禮物咧，唔單止要送得高雅，仲要送得恰到好處。送俾你老公啊，或者喺外邊打拼嘅生意伙伴，你可以首選貔貅，寓意住同你守住財源，只賺唔賠。大家話送俾辛苦咗成世嘅父母，咁送咩好呢？咁一定係送健康、送長壽啦。女性優先選嘅就係福豆，咁男性咧優選就係平安球啦。孝心之選當選福豆，因為福豆咧有3碌豆就係福祿壽，期望佢健康長壽、安康如意。送俾男女朋友或者係老婆老公，應該揀咩好呢？首先你嘅出發點咧都係表愛意、促和睦，正式係和氣生財。咁咩題材好呢？首選就係葫蘆同埋平安球啦。年輕啲嘅話呢，就可以揀呢種白冰嘅葫蘆啦。咁平安球前呢度就好多為雙款啦，同埋揀雙有啲帶飄綠花嘅呢種嘅款式都 OK 嘅。外緣象徵天地遼闊，內緣表示彼此同心，寓意一生平安、圓圓滿滿。葫蘆唔使講呢，就係裝住好嘅嘢，一生福祿、幸福美滿。最後大家千祈唔好忘記嘅，就係送俾咧辛苦咗1年嘅自己。你可以送一個佛公啊，或者福瓜啊，隨形俾自己嘅。好似呢盤佛公咁樣啦，佢嗰種樂觀開懷、笑口常開咧，一直都提醒我哋要樂觀積極咁樣面對人生，愛自己先係最好嘅運氣。一個福瓜掛喺身上，就係福氣降臨嘅意思。翡翠有靈，一份寓意，一份情。唔同嘅人送唔同嘅翡翠，先至可以送入佢哋嘅心裏邊。如果大家仲係唔知道點揀，不妨同錢錢多啲交流一下。我哋喺平洲咧，一直都係自己切石、自己工廠做呢啲品質入門款嘅。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唔踩蝦。